今日还有咸菜夹无？咸菜夹是啥物啊？伊夹迄个猪肉、咸菜，啊，还有迄个红菜头。 干条，嘿，啊，搁上重要，拄仔讲的干瓢，啊，甲夹起来了，摕来煮汤啊。伊这其实是咱的大部分农村社会有无？啊，咱就伫过年当时，夹这个物件，重点夹这爱开时间。所以咱讲的手路菜就是这。为什么咱今日阿伯遮早就伫遮休困啊？吼，主要是咱今仔的菜市啊，卡花。卡花，小朋友，你敢知伫咧菜市仔内底卡花是啥物意思咧？卡花，卡花是什么意思？这伤难啦！我讲朋友，什么伤难啊？真正是足困难。真正是咱一困般难。人无啥会这晓得。应该是算内行话。对，卡花是啥？卡花是，我是知影卡花咩？这侪人，这这侪人咧，爱为你咧，你感觉？叶姐，叶姐，人吃这，人伤济，到底卡花敢是人足济咧？厉害啊！无唔对，迄是因专门用的用词啦。是，因就甲人形容做花共款，花啊，拢做伙积个担的啊。对。啊，因看人加济，减花因就袂了紧，啊，一时啊就通休困。想你就好诶安尼。所以做生意的上爱拄着卡花。咖啡。